台中丰原一间托婴中心有3个托育人员，甲14个幼囡仔不当来对待，罚款14万到30万。3个人分别伫个30年到20年内禁止从事托育相关的工作。托婴中心嘛方命令关门，8月爱收起来，这嘛创下着台中上重的处罚的记录。 台中丰原区这间托婴中心今年3月放假出，圣诞的托育警官大力喊幼囡仔的头，另外一个幼囡仔徛伫软座顶悬，托育警官甲伊的双脚抓着咧拖向前，囡仔规个人倒向向去当着后口。社会局解释查出，圣诞的托育警官甲另外2个姓投甲姓詹的托育警官对14个幼囡仔有不当对待的行为，圣诞的托育警官罚款60万。 30天内袂当搁做托育的工课。另外，搁查出姓刘甲姓詹的托育警官也是不当对待，分别罚款15万甲14万。20天内袂当搁做托育的工课。这是台中市针对不当对待幼囡仔做出历史上上重的处罚。严格安尼裁定，对于受害幼囡仔的家长来讲，也是罚了伤轻。他不会亲啊，他们改名不就好了吗？他直接把我小孩抱起，然后用他的屁股去擦水。 3位老师完全没有阻止。受害家长认为，警察知影无通报托育监管，也应该防追究通报责任。社会局认为，托育中心伫管理上有严重的疏失，裁定8月7日停办。公告这间托育中心甲负责人的名字，罚40万。才发来，我们的分尊重还在众多的钞票转换间男子，50几个人呢？你丰原市有几个？谁会收？除非你要跑很远啊。 托育中心奉命令停业，家长拢真烦恼，因为要上班，囡仔无人带，都爱紧找其他托育中心来接手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